終於你都過咗 Terrible 3到咗4歲啦！呢一年嚟，你由 N 班升咗上 K1，唔單止非常之投入你嘅校園生活，而且仲參加咗個好難忘嘅學校旅行。你仲試過喺台上面領獎同埋畢業表演添。轉咗校之後，你好快就投入你嘅學校環境，你仲識咗好多新同學，好多同學仔仲同你做咗好朋友添。放咗學之後，成日約埋班同學仔玩啊！每逢星期日，我哋都會帶你返教會。教會有好多活動，你唔單止成日參加教會嘅活動，仲識咗好多教友做好朋友。而且喺3歲幾開始，仲成日跟我哋去做義工派飯添。我哋仲成日帶你去唔同學校玩，等你試到啲新嘢啊！有2隻鴨。你好中意睇書同埋講故事，有時教過你嘅嘢，你好好記性，一次就會記得。而且你仲特別中意學英文，有時仲會扯住媽咪一齊玩拼音添。你好中意學畫畫，每星期最期待就係玲玲姐姐過嚟教你上門畫畫。每星期你都會準備你中意嘅題材，然之後姐姐就會教你畫。姐姐仲話你好有天分添。你掛住呢個畫邊啊？畫咗姐姐又有。有時你哋仲會做下手工同埋勞作添。聖誕嘅復活蛋。你身手好靈活，手仔腳仔特別柔軟。除咗成日周圍做瑜伽動作之外，仲成日表演一字馬同埋拉筋啊！你平時都有好靜嘅一面，除咗靜態嘅活動之外，餵食嘅你仲成日學整嘢食。你仲試過玩 VR game、平衡車同埋攀石都唔驚添啊！加油啊！起身係啦，爬上去，你做到㗎。你平日返學、放學、放假都成日有班朋友仔陪你周圍玩，睇嚟你人緣都唔錯喎。精力充沛嘅你，平時除咗去下 Playhouse 或者冒險樂園放電之外，平時就算喺商場嘅 Deco、主題公園，甚至乎喺郊外嘅地方，你都可以自得其樂，喺邊都玩得一樣投入啊！造型方面，我哋喺唔同節日都會打扮到靚一靚，同你去街街之外，每個造型你都扮到惟肖惟妙啊！雖然平時有姐姐貼身咁樣照顧你嘅起居生活，但你一樣都好識照顧人。平時唔只會幫爸爸按摩，而且仲好照顧婆婆，去到邊都要拖實婆婆啊！點解你咁乖啊？你係咪驚婆婆跌親啊？平日放假或者放學，如果你乖乖地做晒功課之後，我哋都會帶你周圍去唔同嘅地方玩。魚咩啊？魚的家。我好中意小動物，有時仲會幫小動物改名添啊！所以我哋一有時間就會帶你去農場，等你親親大自然，接觸下陽光，曬下太陽，人都醒啲啊！你喺度打鼓啊 ？Hello， 好耐。你嘅偶像係卡娜姨姨，3歲幾嗰陣，我哋仲成家陪你一齊去見真人嘅卡娜姨姨添。你平時餵食到暈，一有你中意食嘅嘢，你就最開心，好容易滿足噶啦。喺3歲至4歲嘅期間，你每一日慢慢咁長大，一家人每一日都陪住你成長，你份人好容易滿足，每一日都咁開心，日日都有唔同嘅驚喜帶俾大家。希望你可以一路帶住呢份純真嘅快樂，日日開心咁成長。喺你4歲生日嘅大日子，我哋約晒你啲老 best 一齊去親子酒店玩咗2日，你哋一個二個玩到唔願走啊！我哋唔單止帶你玩咗人肉嘅薯片機，而且仲準備咗一個士多啤梨味嘅白雪公主蛋糕俾你，同你慶祝4歲嘅生日，真係開心到暈啊！你 K1 嘅同學仔仲約你一齊燒嘢食，同你慶祝生日添啊！Happy birthday！繼續 enjoy 你嘅童年生活啦〜